對於今日下午喺大埔宏福苑發生嘅5級大火，導致多人傷亡，我感到極度難過。到目前為止，呢一場大火已經造成咗36人死亡，有279個人士係失聯，仍然喺醫院留醫嘅有29人，其中7人係危殆。我對死者致以深切哀悼，對死者家屬同埋傷者致以深切慰問。我哋會提供一切可行嘅支援。第4方面就係全面調查事件，查出火警嘅起因。警務處、消防處已經成立咗專責小組去全面調查呢件事件，一定會提交俾死因研究庭。